当时候我们要改建这条桥的时候，我们市政府工务局有做说明会，然后我们请我们里面去看。经过说明之后，大家都应该没问题了啦，也不会影响他们进出了，跟对交通改善会比较好。扩建一定是要做得比较好嘛，所以说相信以后的整个交通流量会比现在好。不然每一次像现在都很拥挤嘛，那改建之后可能那交通的改善会比较好。我相信市政府做的事情一定往好的方面来考虑。采用钢构造3跨度的连续钢挨行梁，跨越然后梁体抬升1.2公尺，可以提升桥梁的抵抗力以及它的地震能力。第二个是增加道路它容量，第三个是增加左右转车道，能够改善交通时期的降低它的交通冲击。有关在施工期间为降低交通冲击，我们有在旧桥两侧各做一座干便桥，各有3个车道来疏解交通。那我们也计划规划第3座那个便桥，从文平路通湖美街，希望这些便桥能够疏解在施工期间所造成的交通冲击降到最低，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扰。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联安桥为什么需非改建不可？其中几个原因。第一个，它位于交通要冲，而且它桥面过低。当初设计的时候，为了求平稳，结果造成桥面过低，很多在运河的游船或船只就没有办法进出，形成一个交通瓶颈。第二，也就是因为桥面过低，所以那个桥梁冒的地方跟水平面太接近，那加上很多这个海水这个运河盐化的结果，造成许多这个桥梁的梁貌的部分会受到腐蚀，那严重影响到桥梁结构的安全。那经过几次的补强，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做根本的处理。我们感谢交通部林佳龙部长在担任部长的时候允诺全额负担这个联安桥的改建。当然，联安桥因为它是位于台17线上，本来就是中央的管理的桥梁，也感谢林部长他慨然支持这个全额负担经费，让地方政府减少不少负担。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7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上午召开记者会指出，台南市长黄伟哲派律师向猎骨台业者，前后收了720万，现场公布支票甲汇款单，而且伫记者会阁请出乌色业者，现场讲出这件代志到底是安怎做的。来看记者的采访报道。记者会上，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直接公布业者汇款720万的证据，并请出当事人出面，为当时甲市长黄伟哲食饭，餐厅座位安怎坐，到讲话内容，甚至连倒一句讲国语，倒一句讲台语，拢讲甲清清楚楚，显示出对幕僚来源有十足的把握。伊咧我开讲迄阵有我讲你要先帮忙别人别人才会帮忙你。讲到我道，讲我道，讲国语，讲国语咯。意思讲你是要帮忙别人来帮忙你，还是讲国语？讲国语，讲你要先帮忙别人才会帮忙你。讲5摆，伊有3个基金会啦。伊有甲你讲，伊有3个基金会，拢咧帮助弱势团体。即马对点我先对了，因为历史咧对作品嘛，对了伊历史讲，你这个完全合法。你这个完全合法，无靠对账单。对照表对照表是安怎？是为你量身定做啦。我足无甘愿付钱的啦，我迫于无奈啊。真正人拢借势借端，用这来我抢啊！你若无我若无付，抢啊！我若无付这钱，我会走路，我会倒嘛。
我足无交怨负的啦。啊，因拢借势借端，利用这物件我恐吓。面对指控，市长黄伟哲表示，伊个人坦荡荡，对着甲事实无符合以及幕后情绪，将会提告。整个事情就是台南市议员的一个带着民众的陈情。那约在我们接受陈情之后，然后这个我迟到了，然后先行离开，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至于相关这个案件本身有对于其他的相关当事人有抹黑或者是有不实的部分，其他的人我们尊重他们的一个做法，但对于市府跟市长本人如果有这个抹黑的部分，我相信对于事实不符合的部分，我们会严议提出法律诉讼。台南市长黄伟哲将严议提出法律诉讼，以证清白。不过，社论界这边也有过后续有第二一个记者会，双方的攻防战争才打开始。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要先帮忙别人。为了推广沙巴鱼，台南市为1809年开始，甲全联福利中心合办产地直送以后，业绩强滚。今年继续合作，为7月8号开始到8月4号，搁再推出消费好康的活动，要将台南沙巴鱼的好滋味推荐给大家。讲到沙巴鱼，一般民众想到料理，毋是真的烘的，就是煮汤。毋过其实透过金牌总铺师手艺，就是无共款。除了有写有菜日本风味，也搁有参像碗粿口感。市长为贴甲议长郭信良等贵宾嘛协助料理，推荐满满台南味。哎，这个凹槽这边，甜，把它放入到对，好。同时为推广当季的沙巴鱼，今年第3档市府持续甲全联福利中心合作，每盒在地渔民台南市会对7月8号的推出好康优惠，预计今年将创下2亿5千万的销售目标。其实，在台湾或者是东南亚的社会里面大家都是很喜欢吃的，只是因为现今的时代，大家不喜欢吃多次的这种料理，所以呢，我们也有许多无刺的虱目鱼肚或者虱目鱼排能够做好。所以我相信，透过优质的全联通路，能够做最好的强联手，把最强的台南虱目鱼跟最强的全联通路一起结合起来，让最优质的台湾的消费者能够品尝最好吃的虱目鱼。你掠起来煎伊个翅足大只的袂去见着，伊个肉籽呢拄啊掺咱的猪肉色，共一丝，无输吐露。所以沙巴拉饲了大尾呢会真好。我较早细汉的时阵阮公交代我的就是沙巴拉我一定要掠去市场卖啦，死的较捡倒来食，所以我拢食死沙巴拉大汉的捡规日等待死。若要食好沙巴拉，等来死了。讲到沙巴鱼来上大产地，台南食得到。当然，如果无法度来，现在全国上大通路嘛拢买到上青无同部位所发展的多种商品。这尾鱼养殖有超过200-300人，那产量全国有5万吨以上，在台南市这边产量占全国的1半。换句话说，在市面呢看到2尾虱目鱼，其中1尾就是出自我们台南市。虱目鱼这尾鱼有优质的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跟全国的民众说明。透过产地新鲜直送模式，不止创造渔民甲消费者双赢，卖当推广更较侪 No.1 的台南鱼。台南新闻顾文吉采访报道。知名发行公司庆祝成立26周年，特别举办“跟着女神爱妈咪”公益活动，不止号召设计师、甲伊甸基金会公益大使大员林爱璇，做伙为引发新众长辈化妆造型，佮呼吁民众加入募集服务专车爱心行列。米兰时尚发型成立26周年，为庆祝公司26岁生日，同时也互周年庆更加有意义。活动串联全台33间门市，协助爱电基金会筹募辅具清洁专车经费，而且为了扩大各界共同参与，米兰时尚发型总裁许汉忠更邀集爱乐美国际生机
爱鲁人乳、马可先生、安平小铺、亮丽专业洗衣、意境寝具、新动力健身会馆、潘恩台湾茶、轻松购5间百货等侪间知名企业共同加入团内行列。我们也发起了我们台南在地的一个企业品牌，跟我们一起来合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邀请的像是我们的意境寝具啊、安平小铺啊，还有我们的轻松购5金百货、潘恩茶饮、马可先生、爱卤卤味还有我们的爱乐妹国际生技，跟我们一起合办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提供我们的所有的优惠，可以让认购这一个我们的传爱护照的所有的我们的民众们都可以除了做爱心以外，又可以换得很多的优惠活动。难得是，这也是米兰时尚发型连续10档支持爱电基金会的活动，这也让基金会相当的感动和感谢。只有米兰发型跟我们合作了10年，这种叫做坚持的爱。谈爱真的很容易啊，我爱你，我爱我。可是谈完之后是不是可以落实？而且10年，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为了替辛苦成长母亲加油打气，爱电基金会公益大使大员林爱璇也特别来到现场，替成长妈妈伪装做造型。我现在74嘛，所以40、50、60、30年吧。30年没化妆了。大姐，你多久没有化妆了？平常都只有淡淡的，就擦个蜜粉。然后这次有那么多人帮你弄。对啊，好幸福啊！参与了这次的活动，然后才知道原来辅具对于身心障碍者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很多就是长期卧病在床，然后每天都躺在床上，然后或是都是用那个靠轮椅行走的那个清洁，对他们来说，就像刚刚有那个舒雅姐分享的，如果没有适度清洁的话，很容易对他们的身体产生第2次的危害。那我刚刚就是参与了这个活动，然后看了那个影片之后，我真的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其实这世界上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就像那个米兰集团，他们一直不遗余力的做了10几年以上的爱心。那我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又很辛苦。那我们能做的真的不多，只要就是购买那个传爱护照，然后米兰集团会全数的捐出。为了让偏乡地区的新众朋友以及高龄长者了解辅具清洁重要性，爱电基金会阿万西清洁辅具工厂自2017年正式启动服务，并增进偏乡部落以及教体提供辅具清洁、保养等服务。爱电基金会副执行长曹健表示，辅具的清洁维护非常重要，就参像伫厝内定时爱清洁被单同款，才会当让使用者拥有更清气、安全的生活。也真感谢米兰时尚发型看到新众朋友需求，串联民众、友好企业共同募集阿万西辅具清洁专车。基金会也欢迎社会各界做伙来关心新众朋友辅具清洁议题。台南新闻张硕为杨顺怀采访报道。照顾6岁青少年，南区大文里除了已经连续24档举办暑假受托以外，透过台南大学等单位的协作，16档来嘛免费举办夏令营，让上百位的学生受到帮助，嘛欢喜过暑假。为期4天的夏令营，台湾里透过台南大学学生的协作来带活动，让这群囡仔伫休假期间同款有精彩课程。加上市面上各种营队的收费拢无俗，若要安排活动，嘛惊囡仔拍走，所以台湾里已经连续16档办夏令营，而且营队结束也有暑假收托服务。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已经连续办24档。希望林议员伫结业式嘛再次出面关心，亲切甲囡仔互动，重为温馨。这单社区发展协会今年已经第进去16档啊，而且暑假办的营队了后煞暑托2个月，这2个月阮主要针对较弱势的族群，拢无甲伊收费，那个外配啦弱势的，阮甲伊收1半钱尔，一般甲收2个月时间，全部甲收5500块，佮挂食饭，通常去食饭。
起来，我们大恩里的里长，包括我们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包括康环境爱心会我们的服务处，我们都希望能够照顾在地的这些小朋友。所以从就是属托24年那还有夏令营的16年，这个每一年我们都就是带很多的小朋友来到我们大安里活动中心啦。那当然我们也透过国立台南大学这些学生来这边做一个暑期的就是辅导。那还有呢，在中午的时候，我们也真的再次感谢我们康环境爱心会，还有台南市妇女联合会，在这几天就是23天的午餐也是从他们免费供应啦。那当然微薄的一个收费对一些人是有部分的收费，但是对于弱势这个家庭里面，我们是完全是免费的据了解，现在台湾里地各界主办的小厅已经无限当地里民嘛开放全市来参加报名，估计数十天内已经有900位儿童受到帮助。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位伫台南运河边靠近河洛广场的旧鱼市场活化再利用，市府观光旅游局目前正在进行广告招商，预计至少投资1亿，希望会当打造成为运河观光的新亮点。已经有86档历史的旧鱼市场，市府为延续鱼市场的意向甲记忆，规划透过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甲资金。由政府来提供土地，民间开发，希望未来朝向餐饮、大房、亲子休闲，或者是艺文表演加物产的展售中心，等具有商业加观光的效益。目前呢，我们台南在这个广八广场运河旁的这个鱼市场，那大家熟知的这个和乐广场旁这一个具有这个大家这个市民的一个印象的这一个鱼市场，我们目前呢是把它作为装置艺术大海的宝藏，在那边来做一个静态的展示。那其实它也是正在进行我们所谓的 BOT 的一个招商的计划。那这一次的公告呢，是从5月底开始，一路会公告到7月11号截止那我们这个案子呢，其实我想相当的有亮点不但是除了临近我们的和乐广场之外，它也是在我们的新转这个台南市一个很黄金的一个地段也是临着我们的运河运河其实这几年也在市府和各局处的努力之下，它慢慢的也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油气的一个亮点局长强调，鱼市场占地346坪，占比率有8成，预计至少投资1亿。未来嘛将原有的建筑元素融入新的建物，许可的年限是50档，并且享有20档的优先续约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若是去到号称海港城的高雄，绝对袂当错过，就是各种料理、新鲜鱼货热炒店。接下来要介绍的这间店，是一位真热爱钓鱼的头家所开的。其中因的特色火锅，就是放入去几只新鲜直送的鱼仔，做伙来看卖。位在巷弄中的这间热炒店，主打新鲜鱼货制作的火锅。老板一端上冷盘，就能看到上面放着一尾尾的鲜鱼，以及旁边的小卷、干贝、虾子等等海鲜，组成超澎湃的火锅组合。加上丰富的热炒，吃完直接饱到天灵盖。那套餐里面它包括前菜、小菜，然后时蔬、热炒、茶碗蒸等等。那最主打就是一个海陆锅。那因为我们的海鲜锅跟一般外面的餐厅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鱼不是那种鲷鱼片，就是整尾鱼提供给客人。老板告诉我们，这些鱼都是他在休息时间自己钓回来的，保证新鲜。而他们火锅最大的特色也是使用一整尾完整的鱼，并随着鱼货不同而改变菜单，每次都有惊喜。我们叫钓客嘛，所以我们跟一般渔船的船家、海钓船是有配合的。
比如今天鱼钓到了什么东西，那它的量或者会比较多，那我们就会直接跟他拿这个东西。那在成本方面，那个价格也是压得比较低。因为喜欢钓鱼，老板认识了许多从事渔业的人，因此店内始终能获得直送的海鲜。而当初开店也是以交流钓鱼情报、料理战利品为出发，想提供一个同好的聚会空间。那本身加上自己爱钓鱼，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们来开一家，就是刚好钓客跟餐饮是可以结合，包括开辟一个地方，让所有喜欢钓鱼的人来这里吃饭的时候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天，然后也可以提供最新鲜的海鲜给客人，这样。因为有了自己的食材管道，所以老板能以较低的价格进货。而他也表示，疫情之下大家都辛苦了，希望提供划算又澎湃的餐点，共同撑过这段时间。记者邱玉婷高雄报道。高雄武庙附近有一间甲庙宇同名的饭碗店，听讲是创业的时阵，曾经得到神明的指示。而且因所卖饭丸嘛，甲传统中式的饭丸无同，较亲像是握寿司的创意饭丸，可会当互人客自由搭配，一概享受无同款的口味。一片片牛肉在锅子里煎得滋滋作响，散发出油脂的甜味。而在另一边，混合了鲑鱼的蛋液正在逐渐凝固，将这些现煎食材包到小巧的饭团上。就是这间饭团店最受欢迎的商品组合。与一般饭团不同的外形，小小一颗，好吃又好拍，还可以随意混搭口味。还蛮多客人会选，如果他是本身有吃牛的话，他还蛮喜欢吃我们的椒盐牛，对，然后还搭配上我们的鲑鱼蛋，因为我们是新鲜鲑鱼肉炒熟，跟鸡蛋下去煎的，全部都是熟食。对，那喜欢吃比较重一点的口味，就像是酱烧猪或者是泡菜猪。泡菜猪则是比较清爽一点的。无论你是喜欢少负担的清爽风，或是偏好滋味鲜明的重口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的搭配。像是这位大哥，就有1个礼拜来光顾3、4次，对于独特的饭团赞不绝口。这附近的店大部分都是油腻腻的比较多，它这个比较单纯就很少有这种饭团了。这间店不同于传统中式饭团，使用白米饭取代糯米，更好消化。每一份还会附上蔬果，蕴含老板娘对外食族的满满关心。而做成小颗的外形，则是源自老板娘的童年。想跟人家做比较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小时候妈妈弄给我吃的。对，小时候就是喜欢就是小颗的饭，而不喜欢就是很大一碗的饭，因为这样感觉好像永远吃不完的感觉。对，那吃起来的方会比较没有负担呐，因为就变成是少油少盐啊。对啊，现在比较符合像外食族的部分。当初就是因为得到关圣帝君的指示，老板娘才决定落脚武庙，并把店名取自她的称号。看着还没中午，店里就开始涌现的客人，生意这么好，果然是连神明也认证的美味。记者邱玉婷、陈柏宏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7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